啊，那个是齿轮啊，齿轮的图案象征工厂。啊，好多人名。民国37年合并，工厂完成纪念碑。34年光复的，37年整理成这个样子。1946年，民国35年，新营糖厂就由国民政府来管辖，新营、案内、西周、义井、台东、花莲等6厂。哦，这么大了呀！新营的第一、第二工厂在太平洋战争中屡遭盟击空袭，受创甚重。哦，连战争的时候飞机都要来轰炸糖厂哎。美籍制糖专家韩德生与古柏前来视察后，建议将2工厂整并为一的。民国37年进行整并。民国37年设置纪念碑。